英超好戏啦吼，有第7名曼市挑战第1名的曼联，啊不过曼联已经赢15分了，所以这个教练费格森哦，伫开赛之前哦，真轻松啦，佮为这个球迷签名咧。上半场落地踢较死白线啦，无咩火爆的镜头，啊不过伫火爆的就是这粒球啦。你看，哇！安尼学个这粒球真危险咧。结果路尼就越过这粒球，接落一条围角啦。来到下半场的时阵，罗队开始加强攻力。51分的时阵，曼市攻进曼联的禁区，来一脚飞塞，进啦！看，这就是 Jeff Miller 的进球啦！哇，你看这个动作，应该有上去拍高防。The veteran of the derby。来看这粒飞塞，原来是拍到这个 defender，啊，要甲踏进去的。Jones it hits, but Jones and Carrick getting out. You can see De Gea is unsighted。曼联这个时阵不甘示弱啊，7分钟过后，曼联的边路有一条 free kick 的机会，传球进啦！亲自进球的就是曼联的后卫 Jones。这个时阵，我看到曼市的后卫 Company 真伤心啦，到底是虾米代志呢？原来 Jones 抢头球的时阵，球无小心拍到 Company， 给踏进去啦。原来是乌龙球，这时阵曼联追平1-1。来到78分的时阵，曼市加强攻力，阿哥落一个人传球突破，set go！ 哇！阿哥洛这个非常出色个人能力，一个人过3个后卫，你看，传这边传那边，3个后卫不太不容易啦，这是非常好料的这个个人秀，曼市1-0领先。比赛来到第尾9分钟，不欢喜代志就发生了，哇！场面一片混乱，大家围坐一下。咱来看看这个 referee， 伊徛伫一边，哎呀，牙摆出来，不是互曼联的 Jones， 啊？互曼市的 Barry， 互伊一个人尔，安怎呢？哦，原来曼市的 David Silva 受伤坐伫裤骹，曼联搁卖暂停这个比赛。虽然有一个无欢喜的情况下而结束，不过曼市搁是2-1赢了这个曼联。